個智能盒子等於一個 AI 智能企業員工。第一，內置完整企業管理系統，9個 AI 經理幫你手，可以即時溝通開單、系統操作。第二，與 WhatsApp 連結，隨時隨地工作 ，AI WhatsApp 客戶服務，會24小時運作，多語言溝通，銷售產品，耐心回覆客戶。第三 ，AI ERP 已成功與 OpenClaw 成功連接，功能包括郵件管理、行事曆與行程安排、行銷內容創作、資料處理與報告生成、程式開發與 IT 維護、研究與分析工作，多代理團隊協作。NuclearSoft AI 智能盒能夠獨立24小時運作，即插即用 ，AI 套件全包，無需擔心 AI 使用量。一次聘用，1年365日，24小時工作。我們更會根據企業需求度身定製 AI 任務，同我哋聯絡。多謝。